二小姐，二小姐，是还有剩余的银钱吗？这账面上已经没有可支付的银两了。不过我在账册当中发现了老爷曾经在钱庄的存档收据，您看看。不错，罗老板确实在许久之前来本店存档过一些物品。但掌柜的可知道我父亲存的是什么？如果我没记错，当初罗老爷说是留给3个女儿的嫁妆。嫁妆啊？那烦请掌柜快些取出吧。啊，那请二小姐把印章出示一下，若检查无误，我这就给您准备。印章？此物不同其他，乃是罗老爷珍藏至宝，所以单独寄存，还特制了一枚印章。无论是谁，都要凭印章支取此物。啊，是，父亲是给过我一枚印章啊。甘露堂最近诸事繁多，来得匆忙，忘记带了。掌柜的可否与我行个方便？我也可以签字作保。抱歉，二小姐，这是规矩。小姐，我去打听了一下，罗家已经没有钱了，但好像罗老爷在钱庄给3个女儿存了笔嫁妆，据说是罗老爷毕生的心血，但罗雪儿因为没有取婚用的印章，并没有取出来。罗家现在着急用钱，罗雪儿一定会想办法拿到这枚印章。罗老爷走了之后，东西应该都在周氏手里。水仙，找人盯紧罗雪儿，她要去了牢房，赶紧告诉我。好不容易让她身陷死局，断不能让她于劫复燃。是。父亲留的嫁妆，罗雪儿，你这个凶手根本不配拿。我只有把你逼入绝境，才能将甘露堂重新拿回来。那可是父亲的毕生心血。周氏入狱时所有的随身物品都在这里，请您过目。不在家里，也不在周氏身上，还能在哪儿？娘，娘，我当是哪位贵客来看我呢？怎么，我的好女儿这是遇到什么样的难关，让你终于想起还有一个在监牢里的娘？您误会我了，我也是在苦撑罗家经营，想到时候风风光光的迎您回去。少演戏了！若你真心实意的想救我，你当初拿了钱便会立刻想办法救我出去。可你拿了钱，便觉得万事大吉，想在牢里拖死我。今天你假模假样的来这儿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娘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您的宝贝女儿双双过得不太好呢。为了让她过得更好一点，我决定把爹在钱庄给我们3姐妹存的嫁妆取出来。罗雪儿，我还真小瞧了你的胃口啊！你还想要嫁妆？我告诉你，那些嫁妆你一个子儿都别想动！你当我今天是来求你的？错了，我是来见你最后一面的。你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把那取嫁妆的印章给了你的蠢女儿双双。你怎么知道印章在双双那里？谢谢娘，我刚知道。你诈我！你个不孝女，你连
是娘的算计！您怎么算计我，我自然也是要回敬给你的。娘这么生气，是嫌我学的不够好吗？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懂，我和双双都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为什么你永远偏心他？双双自然是比你强，她不像你，你天生就是个坏种。是，我天生是坏种。你既然这么恨我，你当初为什么生我？还假装我是罗辑达的女儿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明明是你自己造的孽，为什么痛苦都要我来承担？又在装笑，你以为这样爹就喜欢你吗？那成啊！你还给我！捡去吧！你，罗双双。你怎么竟敢来这里找我？有件事我必须当面问你。我跟萧家没关系了，你个家奴还来纠缠我做什么呀？萧家，娘和萧家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萧老爷的侍妾，当年明知道罗继达在老爷生病时趁火打劫，吞并了萧家酒业，罗家生意是吸着萧家的血才发展到今天的规模，怎么还能睡在仇人身边？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知道什么？你一个下人算什么东西？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你？老爷对我有大恩，我才不能让他死不瞑目。我今天来不是找你辩出个对错，我是要问，当年你离开萧家的时候是怀有身孕的，那是萧老爷的骨肉，孩子在哪儿？我离开萧家不久就流产了，孩子没了。你离开萧家16载，我怎么听说你在罗家所生的大闺女，今年刚好也是10岁？你住嘴！16岁，我女儿跟我在罗家吃香喝辣，早就跟萧家没有任何关系。老爷对罗家恨之入骨，你这是让老爷的女儿认贼作父。要让罗继达知道她是老爷的女儿，又怎么可能对她好？要是因为你，我在罗家才活得如此卑微，属于我的东西都被别人抢走。你非但不帮我，还总偏心双双。如今到这个地步，不都是你咎由自取的吗？雪儿，雪儿，你错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，雪儿。好，当你是为娘对不住你，你恨我认了。我已是重罪之身，可双双喜无成父，根本成不了危险。你们血脉相通，总好过你此后孤身一人。娘，你放心，等拿到了印章，取出嫁妆，我会把萧家好好经营起来的。等你行刑的时候，我就带着你的双双去给你收尸，让他亲眼看到你的下场，这样他才能明白，这辈子他只能养我鼻息而活。他要是不识相，我就关他一辈子，让他在外庄吃斋念佛，给你赎罪去吧。雪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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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儿。怎么是你？你来做什么？罗雪儿来找过你吧，管你要取嫁妆的印章。明人不说暗话，罗雪儿把你关在这儿自生自灭，你肯定不希望她拿到那笔嫁妆。不如你跟我合作，告诉我这印章在哪。小我，我有今日都是拜你所赐，我凭什么跟你合作？凭我能救罗双双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罗双双一直被罗雪儿关在外庄，再这样下去，她不死，你迟早得疯了。但是你如果跟我合作的话，我就会善待罗双双。你屡次三番针对我，你跟罗雪儿不过是虎狼之别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我是针对罗家，
但是我只图财，不害命，和他罗雪儿不一样。他已经把罗双双赶到外庄，他的手段，你比我更清楚。况且，现在除了我，你还有的选吗？你真的只是图财？当然，只要你告诉我印章在哪，我马上就去救罗双双。不过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若罗家因为经营不善倾家荡产，那我将作为甘露堂的头家买主，优先收购。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，你慢慢想啊。不过，这罗双双可不一定有时间哦，她能等得起吗？好，你保双双周全，我答应你的条件。你别想，我马上就放开。你大半夜来这里干什么？嘘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先离开，出去跟你解释。笑话，这里到处都是你的人，把我看得死死的，还不安全？双双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藏在这儿？我是为了保护你，否则你早就被人抓了。抓我？谁要抓我？是不是你又在动什么手脚？你说清楚！妹妹，你生性单纯，有件事情怕你担心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你。爹在钱庄给我们姐妹存了一笔丰厚的嫁妆，沈丹青得知此事后，竟然想绑了你，以此来要挟我和娘，骗得那笔嫁妆。你说是就是，谁知道你哪句真哪句假？妇人都被干掉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家里这里没错吧？小姐吩咐，今天晚上务必抓住罗双双，绝不能让她跑了。是。躲起来，快躲起来，躲进去。你也进来，你也进来，躲不了了。老李，你看看。是。被窝还是热的，一根别走远，分得少。是。快出来！真的是沈丹青派人来抓我了。调虎离山，撑不了多久的，快走！在那边。走，追！没事吧？姐姐，他们不会还要回来吧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他们走了，应该不会回来了。姐姐，刚刚多谢你救我，我错了，我之前还怀疑你。
你的性子我还不知道吗？心思单纯，容易受旁人蛊惑，定是外庄那些下人风言风语，让你听取了才误会我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把父亲留给我们的嫁妆取出来，千万不可以落到沈丹青那个毒妇的手里。娘让您保存的那枚印章，你在身上吗？等明日我们用印章取出嫁妆，换了钱，就可以救娘出来了。印章？娘没有给过我什么印章啊。娘说给了你的，你再想想。真的没有？双双，娘现在还在大狱里面，没有人可以保护我们。你我姐妹这么多年，就算我们之前有过隔阂，但是刚刚我救了你的命，你还不肯跟我说实话。娘真的没有给我，我跟你发誓，我如果骗你，我就天打五雷轰。罗双双的心思都写到脸上了，看样子不像撒谎。这印章会在哪儿呢？好了，我信你就是了，以后不许发这种事。会不会是娘放到了其他的东西里？你再想想。别的东西？哦，娘给过我一个箱子，说是给我的首饰，还说不能让你知道。那也许印章就在里面呢。箱子呢？箱子就在外庄院子的樟树底下，只是我这几天都被关着，还没有来得及去看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赶紧把它挖出来，好让那个沈丹青不能再打这笔钱的主意？既然箱子就在这儿，今天天色已晚，咱们休息一夜，明天一早，咱们拿着东西回家。好。小姐，干得漂亮！罗双双那个蠢货已经彻底相信我了。我曾是萧家老爷的亲信，老爷对我有恩，现在被小姐招来，定效犬马之劳。小姐还有什么吩咐？箱子就在这个树下，我们赶紧把它挖出来。小姐过目。周氏竟然给这个蠢货留了这么多好东西，应该就是这个。打开它。好。现在这一切都是我的了，恭喜小姐。对了，罗双双那个蠢货现在睡得正沉，找人盯着他，不要让他离开外庄。小姐放心。天快亮了，护送我们进城。是。他没带罗双双回来，很可能是已经从双双那里拿到了首饰盒。沈丹青，又是你！你怎么总是阴魂不散盯着我？没事跑那么快，怕是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吧？下车！你跟我走，其他人留下，解决他们。上！只拿东西不杀人。跟我，快跑！小姐，出来！别动！把东西放下，否则我杀了他！沈丹青，你敢动我？你看我敢不敢？想活命的话，就把印章交出来。不可！不择手段对付我，不怕再下一次大狱吗？少废话，快把东西交出来！跟我给他！
上！这，苏雪，你没事吧？这小姐果然神机妙算，怎会有如此先见之明？配方一事，沈丹青害我损失惨重。一旦让他知道我要拿印章取钱渡过难关，他势必会百般阻挠。论武力，我是不敌他，但若是做出我愿意为这盒子拼命的样子，他一定会相信印章就在里面。小姐英明。少主，你们回来了，丹青呢？小姐直接回房了。她说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出什么事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拿了印章后，我们就直接去了钱庄。结果，小姐从钱庄出来后就面色不好，一直不说话。我也不敢多问。行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少主，少主，徐将军来了，人在门口，正等着您呢。行，请将军去一路，我去那儿见他。是。程峰兄这次来找我，是调查有什么新的进展吗？我刚刚又去了一趟百事通的死亡现场，发现这酒楼的地面上多了一些油污。但奇怪的是，偏偏百事通死亡的那处地方，地板格外的干净清爽，且触之发涩。我记着你当时说过，这百事通手里拿着的是他的独门暗器，这表面也是触之发涩，却与地板的触感相似。所以我是想问问，可知这是什么缘故造成的？这是硼砂，又叫月石，可以用于去味清洁。无论什么污渍，只要用上硼砂，不出一炷香的时间就能去除干净。只不过用后，手感就会像这个暗器一样，表面发涩。但凶手为什么要用硼砂来清洗地面和百事通的暗器？他这么做是为了掩盖什么？看来他可能受伤了。你是说，我们一直以为百事通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凶手杀死了，但其实百事通用暗器打伤了凶手，且凶手已经中毒，但没有当场毙命。凶手同样是用毒药的高手，他担心我们会通过解药这个线索追查到他，所以用硼砂来清洗地面，掩盖血迹，企图迷惑我们。那只要我们锁定这几天谁在药铺里买过特殊药材，就可以找到凶手是谁。正是，我们分头行动就好。我让妙神医调查一下毒物的解药是什么。对了，子辰，怎么也没见沈小姐啊？丹青她最近有别的事情要忙，是有话要告诉他吗？我可以代为转述。没什么，只是想找她要一坛乘风酒罢了。再要一坛乘风酒，那就不劳烦丹青了，我替乘风兄拿吧。也好，那多谢了。掌柜的，把东西取出来吧，我的人在外面等着了。已经准备好了，罗二小姐，稍等片刻。二小姐，请。这就是我父亲留下的。是。一幅画。这弄错了吧？罗老爷寄存在我这里的就是此物。
此信时，想必你即将成婚。为父拼搏半生，无非想要你们姊妹3人出嫁时要8抬大轿，10里红妆。然而，万贯家财终有吃空一日。为父与你们各自准备了一份罗家自制的酿酒配方，无论何种境地，都可确保你们安稳富足。海莲，你是长女，要照顾姊妹，发扬罗家酒业。父母之爱子，所谓之，即是你为母留下了安身立命的本钱。女儿知道你的良苦用心，可如今已经物是人非。回不去了。昔日我送你乘风酒，愿你无论经历什么风雨，都能有一腔热血，乘风破浪。如今你又来送我，是见我难过，想宽慰我吧？我们总能心照不宣。丹青，乘风酒，徐将军来过了。我知道你今天去了酒庄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印章有什么差错吗？周氏没骗我，真正的印章确实藏在首饰盒的夹层里，很隐蔽。首饰盒里面还有个假印章。嫁妆都悉数取回了，该取的都取了，但我还留了一样在钱庄，这罗雪儿也该看一看。不可能！怕不是你见我爹过世了，私吞了他的财产，你把东西给我交出来！哎，罗二小姐，告诉你吧，其实您的印章不对，沈家大小姐已经带着真印章来过了，但她看完并没有把东西全部拿走。她交代啊，这是罗家罗老爷留给女儿们的东西，也交代说，如果您来取，即使印章不对，也把东西交予你。现下东西您拿到了。如果二小姐没有其他事儿，可带着东西离开了。啊，不可能！怎么会是这个？二小姐，不好了，二小姐，府上聚集了好多人，都是来向您讨债的。你赶紧回去吧，不然罗家就被搬空了。什么？别人跑了，还钱！别跑了，把钱给我还了！哎，你还我钱呢！把钱给我还了！什么时候给我呀？还我钱！我都是还钱的。各位，稍安勿躁。我是丹青酒庄的老板沈丹青。罗雪儿卖劣质酒一事，我已经报官定论。
并且买下甘露堂和罗家产业，一切债务由我负担。银票已经送到甘露堂，大家若要退钱，就去甘露堂吧。家竟能买下甘露堂？不可能！哎，不可能吧？啊，我不信，说买就能买上。这是罗家当家的周氏与我签订的契约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，若罗家经营不善破产之时，我沈家可优先收购。若大家还想要钱，就赶紧去甘露堂吧。走。拿不到钱的话来找你，没完了。走。罗家被骗了，不可能。罗老爷留的话，看到了吗？是你，一定是你买通钱庄的掌柜，盗取我父亲留下的财物，只给我留了一幅破画，还妄图想霸占我甘露堂。无凭无证的话，可不要瞎说。霸占甘露堂更是谈不上，我可是有周氏签订的契书为证。契书？那是我娘告诉你的。没错，印章是你娘亲口告诉我的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她将真的印章藏在罗双双首饰盒的夹层里，而这首饰盒也是你让给我的。没想到吧？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宁愿给周家，也不给我。是你贪心不足，为夺家产恶事做尽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沈丹青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们罗家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插手。我是罗家的小姐，你给我！沈丹青。小姐，有一点到。下去吧。是。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怎么，怕了？跪下。沈丹青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为什么这么对付我？无冤无仇？你与罗爱莲也无冤无仇吗？你认识罗爱莲？你都知道些什么？你对罗爱莲做的一切我都知道。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杀了罗爱莲，杀了罗老爷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罗爱莲弑父后自焚，官府都下了定论，轮得到你为杀人凶手狡辩？你敢看着他们说吗？怎么，怕了？说话呀！罗爱莲根本不会杀了自己的父亲，更不会畏罪自焚。罗家的惨剧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欲壑难填，心狠手辣，为了在罗家上位，竟然杀了自己的手足之情。手足之情？我根本就不是罗家的亲生女儿，我这么做只不过是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怕告诉你，我的生父是临县萧家酒庄的创始人，罗基达夺了我生父的产业后，才有了今天的甘露堂。我父亲死后，周世谦成了罗基达的枕边人。至于那个罗爱莲，她总是装出一副纯良的样子。她是高高在上的罗家嫡女，她何曾真的看得起我？怎么？现在听到他们是恶人了，你就听不下去了？好，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：罗老爷留给你们3个女儿的嫁妆，除了这幅画，还有3个酒的配方。
罗家九的佩服，价值千金，他早就为你们想好了。还有这幅画，他就希望你们姐妹3人可以和和睦睦的相互帮助。若他真像你说的那样的话，他又何必处处为你们考虑？你胡说！罗家从未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可你做了什么？你杀了他！你一个外人懂什么？罗家人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罗爱莲和杜若山私会，出了事。杜家要罗家的女儿配冥婚配族，罗其他舍不得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他竟然找到了我。他霸占我生父的产业，他的女儿惹了事还要我去赔命，凭什么？这一巴掌，我替罗老爷打，打你罔顾人伦，不知感恩。这一巴掌，我替罗爱莲打，打你恩将仇报，不知珍惜。这一巴掌，我替那些所有被你害过的人打，打你伤天害理，不知悔过。我没有错，我只是让那些曾经对我不好的人都付出代价。没有人可以过得比我好。若神在地狱，人家也别想好过。你已经无药可救了，而我能做的，就是替那些被你伤害过的人，看着你自食恶果，受尽报应。你一日不认罪，我就教训你一日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来人！把他给我丢出去！不要！不要！放我进去！放我进去！我是罗家2小姐。